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2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检调侦办罢免案涉嫌伪造文书这个案，即马是起诉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金勇等3个人。另外，北检嘛有接到有人告发，讲罢免新北市议员陈乃如的提起书涉嫌造假。确认讲内底有过身的人互假名，昨昏就去敲国民党立委罗明在的服务处等7个所在，嘛有约谈9个人到案。即马罗明在服务处内底有3个人互申请羁押。前一身乌挂吹案，国民党立委罗明在服务处主任杨辉辉加入连署函，移送北检。罗明在另外3个助理也拢被约谈，被约谈也可罢免陈乃如带头人陈俊。虽然多如回收罢免行动，5月10日宣布终止，因为北检进行接到告发提起书涉嫌死亡连署，调查确认有冒名状况，曾发动搜查约谈9人到案。检察官认为苗伟甲老师群林志玲讲法被当就轻，有串灭证的记录，透查以违反告诉法等罪成压禁见，其他人被告10万交保或者是请回。尊重司法调查跟侦办程序，相信最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乃也要恳请各界给司法单位空间，让整起案件回归事实跟法律的基本面。另外，新北市地检署侦办罢免民进党立委提起伪造案张建健。朱立长会觉得自己被迫害吗？政治迫害吗？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庆雄等人被认定涉嫌抄写国民党党员名册，计数2516份罢免提起书，其中罢免书卡非常丰富案件，陈庆雄阁发放每一个协助人员1000块红包，以违反告诉法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陈庆雄等31人。本署检察官侦办立法委员提议伪造案件，就陈姓被告等31人依法提起公诉。就赖姓被告等19人，则为缓起诉。罢免立委李坤成的带头人宋建牛等11人，因为查无积极证据无起诉。目前申报5位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成立，要伫7月26日投票，民进党号召民众加入后台志工队，要推出罢免同意票。国民党是强调会正面迎战，发射一色拢明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总统赖清德团结国家10港的第2港，早暗是伫桃园举办。总统表示，要透过一届搁一届的选举罢免来过20日来守护民主。不过，这款讲法这是引起南北两党的不满，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不是杂质。总统赖清德参加桃园市客家青年会论坛活动，也展开团结国家10港的第2港，用团结做主题发表演讲。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罢免，一张又一张的选票，像打铁铸剑一般，一锤又一锤，千锤百炼，百炼成钢，打掉杂质，淬炼出捍卫主权、守护民主钢铁般的意志。赖清德强调，按用民主淬炼出国家团结力量，无反共的不是真正中华民国派，无后台不是真台派。不过引用蒋渭水遗书讲的话的时阵，敢无顶悬时间正确，不过考误从1927年讲做1972年。1972年，蒋渭水医师喊出“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国民党批评总统赖清德和蒋渭水正做时空旅人，敢若独裁者一种反对甲批评声音当作杂质，也敢若真正独裁者一种追求纯正当作追求团结。民众党批评总统赖清德正手团结台湾，倒手大罢免，人民是国家主人，绝对不是民进党眼中的杂质。这讲法有失总统应该有的管道。你现在把时间、精神，跟我们的金钱，放在这种大罢免，这是蹉跎的台湾呢。没错，蹉跎的台湾，这是一个为政者最大的失职啊。团结国家10港会针对无共款主题，说明国家面临的挑战，也有政府影响政策。目前10港完成时间点也无明确时间表，不过是不是会引起社会共识，依然要等后续各方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同齐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天气共款真烧热，高温是32度至35度。伫户外做事的劳工，就要设置高温，嘛要注意身体状况，要加啉水。咱同齐来看温度。
今仔日各地头同款是真烧热，也毋过呢水汽有略略增加。恒春半岛中南部过渡了后，落雷阵雨的范围嘛变较大，雨嘛落较粗。尤其各地头山区、西半部平地过渡了后，可能拢有局部大雨。另外，气象署嘛有针对咱全台湾9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其中双北、彰化、台南、高雄这5个县市是到柑仔式的高温灯号。伫大台北、中南部外近山区的所在，抑个花莲、中国，拢高温拢有可能到36度。也若伫台中、云林、屏东、花莲这些县市，今仔日是到黄色的高温灯号。也若最近肠仔病毒的疫情是继续咧炭烧，咱全台湾有出现7个重症，其中内底有5个是红婴仔，已经有4个不幸过往。也若伫云林县嘛有188个班因为肠仔病毒停课1礼拜，所以呼吁家长和民众就要叫囡仔爱接洗手，减少胃着的风险。随着幼儿园的囡仔洗手，要建立正确的洗手观念，以降低感染风险。近期肠病毒以前有升温的现象，全台肠病毒重症病例累计7例，其中有5个人是红婴仔。虽然目前云林县还未传出重症病例，但今年已经有188班的班级因为肠病毒全停课7天。云林县目前为止肠病毒通报的重症是0例哈。那不过虽然是0例哈，那我们停课的班数哈也达到188班哈。卫生局就讲，肠病毒不只是囡仔才会感染，其实大人嘛会，只是症状无遐尔明显。呼吁大人嘛要共同防范，避免将病毒再转去厝传染给囡仔。另外，一对北港镇去年有发现埃及斑纹的水厝，今年经检测嘛是持续有发现，会加强清消，防止天高热。民众还是要主动积极来做一个病媒滋生源的一个清除。我们也针对5月底前也查核了210个村里，清除325个积水容器，来防范我们的登革热的病媒物的一个滋生。温管局表示，为了防止天高热，会来稽查加护积水的容器顶滋生来源，针对被查到的滋生处，开立改善通知书。如果经过复查无改善，将以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和70条规定，采取3000块至15000块的罚款。呼吁民众共同配合，防治天高热。公视新闻王雄为你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2026年中小学刑事力顶个月公布了后，是发现讲休寒休煞开学3天，煞咧继续休过年，这是引起家长的不满。所以今晚呢，教育部已经决定讲，中午这3天每年2月11到13该休困，所以会提早伫1月时先补课，先上3天的课，再去休寒，加上过年休过年，安尼学生囡仔头尾会当休30天。来看自由时报，全国的家庭暴力通报案件，去年是超过17万9千件，其中亲密暴力占8万5千件，创下历史新高。台大研究团队即马是发现讲，受害者从第1届受到暴力到提起勇气来求助，平均是吞忍4.2年。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台北市长蒋万安去参加全球气候行动10周年巴黎市长峰会，除了分享台北市粪扫地仔爱收钱、粪扫处理费的费用是对粪扫地仔收钱这个经验以外，搁伫现场唱粪扫车来和爱丽丝这个歌。另外嘛强调讲，台北市政府伫今年要投入超过美金6亿，用伫气候行动，嘛会来打造回答伫北市区正做净零排碳的示范区。来关心美国的联邦众议院表决通过无歧视台湾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就要运用会议权一个表决权来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共和党就众议员表示，中国有可能透过提高关税这款方式来破坏台湾的金融稳定，所以台湾若是加入 IMF， 安尼经济就加较有韧性。韩嘛对了，宣告美国联邦众议院口头表决无异议通过无歧视台湾法案，内容要求美国行政部门运用话语权甲表决权，大力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hina has consistently blocke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forums,
including IMF, because they know that financial security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military security. 法案提案人之一，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金应玉讲，中国可能透过提高关税、放空股市一寡方法，破坏台湾的金融体系。若加入 IMF， 台湾就资源大强化金融韧性，甲抵抗中国经济威胁。并且台湾已经是 WTO、APEC 甲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外汇存底阁是全球前5名。专家对法案是真期待，不过强调现阶段的重点也是提升台湾本身的竞争力。经济韧性因应这些外部冲击其实是够的，焦点应该放在跟我们比较有这个切身相关的，比如说跟美国洽签的这个避免双重课税啊等等这其实是反映就是美国国会现在对我们的支持度是很高的啊，透过各种的这个提案，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国际组织里面去。IMF 致力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其实台湾是创始会员之一，1972年退出联合国了后，依然是会员，一直到1980年4月中国入会了后，才被逼退出。若是要入会，爱得到大多数的会员国同意。若是台湾要加入，一定会受到掌握多数票中国反对。这项法案对于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还有就是反制中国，这个对台湾的施压，都有正面的意义。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再度展现支持台湾的立场，不过众议院通过无支持台湾法案了后，参议院嘛爱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再送去白宫，由总统川普签署了后，才会正式生效。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美的关税谈判最近就有可能会当讲出结果，有学者就分析讲，台票换美金伫后半年应该是未起甲遐强，所以咱的 GDP 要保掉3%，应该是有希望。以色列伊朗战争局势多变化，台湾时间透早6点是传出停火的消息，市场受到鼓舞，而时代股早盘是开悬，收盘伫22188点起456点，代表收伫29.536块，升达1.98角。国际油价嘛影响国内的物价，暂时解除警报。现在中东局势已经停了，所以请各位能够了解，油价应该不会上涨。另外，台经院是公布上新景气动向的调查，5月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的测验点拢是落落来的趋势。制造业已经连续落4个月，服务业和营建业是连续5个月走弱。7月9号，我认为不会有明确结果，有可能像你讲的10%再往上修。从4月9号到现在，他们关税也收了不少比如说今年大概比去年同期增加46%。确实关税增加，他们财政收入有帮助但是确实也可能对于刚刚我们孙主任提到第3季的 CPI 造成一些压力。国内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学者预估顶半年因为受到优惠调的带动 ，GDP 影响差不多是5%。强调关税、汇率、战争、发展态势愈来愈明，2025年 GDP 有希望保3。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昨昏已经宣布，以色列和伊朗已经拢同意停火。也毋过呢，即马这2国拢讲因家己拍赢。另外，嘛有消息指出，美国进前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根本就毋是亲像川普讲的，已经把这核设施彻底毁掉啊，敢若是互伊朗的核计划倒退路，退几两个月尔。也毋过白宫已经随出面驳回讲，这是错误的消息。以色列甲伊朗就是讲袂听，美国总统川普生气啊，而且呢垃圾会。川普前几日才宣告，以色列甲伊朗已经同意停火，不过伊的话才拄啊讲出嘴，以色列只是下晡依然轰炸伊朗一个瓦德海兰雷达站，指控伊朗伫停火成功了后，依然对以色列发射弹道飞弹。伊朗革命卫队表示，飞弹是一个停火成功进前发射。这中间，川普紧急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话，纳坦雅胡甲川普讲，已经派出了机队，无法度调回。不过也对川普的激烈阻止甲警告，目前以色列甲伊朗好亲像已经无更较大的动作。不过2个拢也是讲因胜利。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宣布，以色列引起的12日战争结束，已经准备好甲美国重回谈判桌。
根据消息人士情报，美国进行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并不亲像川普所讲的全面摧毁伊朗核计划，真可能只是回倒提几个月而已。初步评估报告是由国家大厦的国防情报局制作，由美国媒体 CBS、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甲其他媒体来报道。白宫表示，这评估完全错误，是明显想要贬低川普总统。公司新闻恩惠玲报道。伊朗发生战争，领导该战的人，即马已经咧找哈米尼的接班人。流亡伫海外上尾大王子巴勒维讲，政权一定爱改变，所以嘛呼吁哈米尼就要落台。伊嘛讲，伊愿意来做临时的领导人。美国空袭破坏核设施了后，伊朗面临伊斯兰共和建政以来上大的危机。专家分析，德黑兰政权已经伫求生的模式，未来领导该战发生变化，可能照两种模式。One is the possibility of U.S. or Israel taking out Ayatollah Khamenei, the current supreme leader. The second possibility is that there are elements within the Revolutionary Guards who might be frustrated with his leadership. 最高领袖哈米尼亲身任命的3人委员会，最近当加紧脚步找出可能的政权继任者。新人选必须对伊斯兰政权忠诚，佮以更较温和的态度抵抗外国政权甲内部的动乱。目前讨论较侪是哈米尼56岁的后生莫吉塔巴，也甲伊斯兰革命之父霍梅尼的孙仔哈桑，其中以开放派佮有血统加持的哈桑更较适合。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时阵，末代国王穆罕默德巴勒维落台，流亡海外的末代王储里萨巴勒维23伫巴黎召开记者会，表示伊朗当面临徛伫通往lau火甲和平的十字路口，要求哈米尼落台，表示家己已经准备好要带国家走向民主。I'm stepping in to lead this transition. I don't believe I need a title to play that rol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be someone who can galvanize the nation, unit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majority of democratically minded secular forces within the opposition and the political spectrum. 巴勒维是伊朗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支持伊朗转型民主加世俗化，无寻求王室护卫。在国内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伊朗的反对派也有正济派，包括青年女性运动者、库迪族等族群抗争者、工会甲劳工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也有体制内改革派，所以要整合无简单。美国总统川普前一天答问表示，无排除伊朗政权改换，引起外界讨论。白宫表示，基本立场无改变。That's a question the president raised last night, but as far as our military posture, it hasn't changed.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示，虽然不是因作战的主要目的，不过，是促成哈米尼落台，和伊朗人民脱离多年来迫害，嘛是一个真好的副作用。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俄罗斯发射飞弹去攻击乌克兰东南部，造成9个人死亡，佮造成民用基础建设受损害。火车顶佮有几10个乘客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即马是当地8月峰会在开会，呼吁盟友爱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继续来关心法新社有报讲，中国和印度的军队2010年伫喜马拉雅山的边境发生冲突。两国的关系拍歹了后，也毋过最近那亲像已经有改善。印度的国防部昨昏就表示，因的国防部长即马伫这礼拜要去中国访问，卖含这个区域内底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举办会谈。继续关心英国的海军苏贝号甲澳洲海军驱逐舰雪梨号伫南海的南沙群岛周边完成自由航行。英国外交大臣是表示，英国海军巡逻舰探过台湾海峡，是要维护伫南海的国际航行自由。这个做法是应当的，嘛是合法的。嘛讲未来伫南海也有台湾海峡，拢会当常在看到英国的军舰出现伫这块内啊。镜头等下过来关心伫屏东有一只琉球级的远洋渔船，去年伫西太平洋咧作业的时，为着要掠鲨鱼，也毋过嘛涉嫌甲保育类的海底掠起来。即马屏东地检署是依照野保法，甲涉案的船长起诉。
海巡人员甲检方探渔船回港前船所查，一只登记伫琉球渔会的远洋渔船，去年6月伫西北太平洋海域作业的时阵，垃圾2级保育类海猪仔，佮用海猪仔血肉成刷鱼，并落地检署2时侦结，以野保法起诉姓吴的船长。7个1年级渔港是原起诉。吴姓被告为资深船长，对海洋保育规定应最为明晰，却因利益考量而指示1年级船员违法宰杀海豚，对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这个肉地甲鱼呢是海猪仔血肉成过来放掠到的刷鱼，渔船违法的行为，互加拿大政府发现通报咱国，影响台湾国际名声。检方因为安尼建请法院对船长判重刑。当下事件发生，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群组以及在我们的琉球呼吁我们的琉球的渔民或船东进捕的、违规的、不可以抓的，通通都不要抓。渔会表示，已经要求各船主加强甲船长的沟通，禁止违法掠鱼。渔业署提醒。远洋渔船掠海翁、海猪仔，毋若违反野保法，会当依照远洋渔业条例开罚。远洋渔业条例可以去处渔船的经营者新台币50到250万元，也可以处船长10到50万元罚款。那也可以按照他的情节轻重来收回渔业证照。渔船违法掠到海翁、海猪仔，毋是头一个发生。渔业署表示，远洋渔船逐年申请作业许可的时阵，拢会做相关的审核，也会宣导意外掠到的处理流程。提醒业者，若是无细日去掠到，一定要依法通报，以免触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铁发生漏火事件，这是有一个乘客伫南港火车头落车的时，无细日去踏到月台的警示灯，结果呢，规支卡全潜入去内底，漏火漏地，尾也是停7、8针。因为受害者是认为讲，这款物件哪会使无保养？台铁是回应讲，应该有可能是铁后去，才会造成这款意外，打落才规个落落，会来负担所有医疗费用，嘛会全面来检查各站的警示灯。好了，没有了。没事。正甲火插地，听甲一直吼，走人坐火车煞拄着意外，因为安尼个受伤。等下用胶带缠一下，然后他的鞋子可能要麻烦帮他脱一下。月台警示灯都是发生代志的源头，乘客落车去踏到，无已经塌落去，骹揪起来拢焦火，全是伤。陷进去之后被刮上一次，然后拔出来就被刮上一次，所以他那个伤口是呈现 S 型，很难过啊，那个精神状态不太好的样子，感觉以后都对那个台铁就很恐惧了。骹明显受伤，紧急送医填7、8针，即马行路无方便，影响工作。受伤的人质疑相关的设备欠缺保养维护。第一次发生这种状况，玻璃本身是没有破，旁边那个圆圈圈的那个金属呢，断裂了。未来我们会特别去检查一下金属裂化的状况。途经还有事故，台铁紧急派人到现场处理。代志就发生伫南港火车站，2时早起7点外，拄仔是上班尖峰时段。台铁初步判断，金属漏固造成乘客踏一个塌落去，玻璃空挂无损坏，嘛是头一摆发生这种状况。下车的时候提醒民众要闪，然后要定期可能检查这样子。应该是可以注意一下，可以避开。我觉得当然乘客去反映的话，台铁可以改良。中国台铁表示，已经伫早起9点把受损的设备完成修复，同步检查各站同款的设备。不过，等下到案发地出代志的空挂螺丝无完全锁掉，为定期检查到维护，拢爱落实，莫阁互坐车的乘客搁去拄到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中华的地标黄金帝国大楼，因为921的时全变做危楼，即马长得拆。也毋过呢，最近就有民众经过遐，那亲像互顶头落落来石头去夹着。工程业者即摆还搁咧调查原因，是认为讲有可能是靠风扫落来的。因为县府即摆已经要求厂商要赶紧搭防护网，嘛要规划民众安全的过路空间。大型吊车甲建材吊起伫树顶，工人高空作业无用得打应价。中华园林的地标黄金帝国大楼拆除工程传出问题，有民众伫地远的民粹社团发文，讲日骑车经过施工地点附近的路段的时阵，互顶悬落落来细粒石头撼着。虽然无安那，但提醒施工单位要注意，实际在工地现场，清晰的位离外口的涂骹，确实会当看到石地含碎玻璃。民众认为讲这有安全的疑虑。如果说你说骑车的话，的确这样子是很危险，没有错。觉得尽量不要经过这里，还是会怕会有安全的疑虑。
1991年的时阵起好，关14层的黄金帝国大楼是正对湾林火车头，过去要18岁商场、电影院等复合式的商业大楼。9日伊地动了后，皇帝足是危楼了后，就菜伫遐无得用，一直到2022年，中华县政府主导公办途径，今年4月才拄启动拆除。工程业者讲，事发迄天，当地大进行过迄边的时间计含建筑内部更动的作业，就得可能是透风扣落来的，搁在厘清。因为当时外围没有施工了，可能是施工架上面那一天的风，可能也有可能是吹落掉下来的啦。目前的做法就是因为我要先把鹰架搭设起来之后，我才能够做外围的防护网。那我现在要求厂商就是搭设鹰架的当下，一并把防护网拉起来，那至少它在喷溅的过程中应该可以降低。中华关建设处强调讲，已经要求厂商较紧来答应嘅，而且有防护网防止石地喷出去。另外，嘛规划围篱边过路人通行的空间，铁路工程暗算2026年的5月完工，未来会甲这登起做地上22站、地下4站的男住商大楼。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后摇商圈有一条雨伞街是真出名的景点。不过最近呢，就民众反映讲，真侪伫遐的雨伞拢已经坏去啊，破糊糊，剩几棍尔。若是去擦到人，代志就大条啊。也让商圈是表示，这是因为有风雨，所以雨伞才会破甲遮严重。这2天会安排拆除，月底进前会全部拆掉。5花10色的雨伞吊伫咧半空中，这是高雄安宁街后夜商圈，也是地方有名的雨伞街。常常城国内外游客来这登卡翕相。不过行较我甲看，这些雨伞拢已经破去，有的甚至已经破甲剩伞骨通伫咧遐。有民众反映爱加强管理，万一若落落来去擦到人，惊会流血流滴。它那个如果掉下来，你看它已经有稍微破损了，然后那个雨伞是。上面是铁的啊，如果走下来的话，现在风又那么大，经常也会有一些外地的客人过来拍照，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引流。那当然肯定会有一些破损的，因为风吹日晒肯定很正常。那如果说有在做的话，也是希望就是可以把一些坏掉的。就是定期换掉就好了。雨伞街装塔已经有10多年久，唔那正做商圈的特色，也确实替店家带来认调。商圈理事长讲，雨伞总数大约2200支，其中300支是民众采过，因过活动拢是对9月开始办到过当年的4月，今年头摆延长2个月，想要到算去拄到6月中的风雨，大约有200-300支雨伞受损，加在唔捌有人因为安尼受伤。损坏的部分大概在1-2成左右，那这个再掉下来的话，我们都是立即处理。那目前损坏我们是也是在我们预期之内，所以我们在这几天我们在施程规划，也在6月底就全部就清除完毕。理事长表示，后夜商圈是南部上大的升级大卖商圈，这几年受到高雄车头时间甲民众买物件习惯改变的影响，有衰退的状况。除了办活动啥人来以外，因也积极辅导店家做直播化卖，对时代潮流行，为家己找出路。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的科技公司，即马有推出 Word APP 服务，讲只要扫码就钱，就当完成所谓真正换虚拟货币。不过专家是提醒讲，这个人资料有恐惊会防偷提去，安尼救袂回来。咱说法部嘛表示，这目睭钱是特种的个资，若是讲偷来用，恐惊有违法的记录。透过手机App 确认身份了后，对球星期待升登录面的特点，扫落来就扫目睭人。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创立的科技公司推出 Word App 服务，佮拍出通过验证了后，会当得到一组 Word Coin 加密货币，或者是超商100回的礼券。科技公司推出了机台 Orb， 可以用来验证真人还有虚拟 AI 机器人。不过呢，验证的过程中就包含了虹膜搜集、数发布警告，可能会触及个资法。Word App 服务公司会当透过专属的装置来得到目睭人的资讯，建立数位身份 Word ID， 会当防范侵入，确保荧幕头前不是 AI。透过验证，佫会当避免定时买票这行为。不过目睭人辨识的准确率是这份辨识的1200倍，若无去就无法度救，自然风险是真大。No ability for anyone to g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person or to have access to the iris code itself. And we'll talk about the technology that's been created based on industry research in something called secure multi-party compute. We have
described the system of protecting the iris code as anonymous multi-party compute. 所以业者回应讲，无各自漏摄的风险，但是主管专家讲，目睭人风看做是敢若输互 DNA， 是上歹去假的第2名，因为高度个人化和袂当定罪的特性，若风偷摕就无法度补救。像这台机器它在采集的时候，其实不止你的虹膜，包含你的脸部的特征，也同时做采集。所以你给出去的东西，事实上包含你的脸部的特征跟你的这个虹膜的生物特征，这2个东西都出去之后，然后是交由一个单一的这个私人的企业，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司法部嘛警告讲，根据个人资料保护法内面特种各自的规定，目睭人是特种个人资料，凊彩收集、处理还是利用，拢是违法的。虽然讲数特定会当换虚拟币是啥真侪盲情和民众，外界嘛烦恼讲，若过度引诱是会减少对资料安全的警觉，民众应该斟酌评估资料使用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提醒乡亲，国内佫出现假钱，这是台北市的刑事大队在侦办一件卖毒的案件时，发现嫌犯毋若卖毒，嘛有在印假钱，放的1000块有差着万外张。警方已经抓到9个嫌犯上班，无排除有部分的假钱可能已经伫市面流通。警察庄副武总是开始攻坚敲揣。伊讲物件放伫你遮啦，我才带来伊内底。面对警察吹过来，总是拒绝配合，但是出来互敲出一大堆1000块的。我们从这个箱子里面找到一大箱的假钞了哈。公铁行李箱啊，真是塔甲敢若山，但是内面装的拢是假的。警察进前是分几啊路，伫湘北含新德等所在是查到几啊个不法的据点，一日去抓到假钱集团。共计查获柯姓、吕姓等嫌计9名到案。现在查获的这个伪钞共有9组的序号，那恐怕已经有部分已经流入市面。1000块的假钱采完到，敢若是扣案的成品都有12000外张，嘛查扣到空气枪含各类的毒品。警方接到证据，将找乌道卖毒案，一查竟然发现讲，这嫌犯嘛涉及做假钱，小连续抓到9个人到案。还是可以看到这是1000元的字样，跟伪钞的比起来，伪钞的部分还是会比较不清楚。另外，他为了大批制作，所以有些会看起来比较粗糙。真的假的比一个，若无斟酌看，钱是真的还是假的，真歹分辨。原来嫌犯早都有相关前科，这摆佫开始做这道，甚至是做甲比进前佫较真。不过警方提醒讲，只要1000块出现这9组的事号，都要提高警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强化咱台湾的韧性，陆军航特部陆控制组伫屏东的基地展开例行的操演，有说法出动直升机、火箭弹这物件来模拟中国对台湾发起攻击，咱南要安怎应用？也若讲到国防部军文社将中校副主任孔繁家互中国吸收去这个案件，昨昏高等法院是甲判5年4个月有期徒刑。AHEW 超级防时前攻击直升机快速飞到目标区，模拟攻击中军的阵地，来使用2.75寸火箭弹压制，再用机炮扫射，展现军事的战力。陆军航特部陆控2旅第24点屏东3军联训基地展开例行的操演，出动主力防时前直升机进行实弹的射击，现场枪炮声遍遍着场面壮观。国军对外展现保卫家园的决心，对内嘛要积极防止中国的渗透。国军中谍案直直发生，国防部军文社前中校副主任孔繁家互中国吸收，涉嫌伫军中发展组织，桃园地院1审判决5年半。法官指责伊反背国家，不过台湾高等法院第24个2审改判伊5年4个月。只因为坦诚犯罪、缴回犯罪所得，就减轻2个月，从5年6个月变5年4个月哈。我觉得这对广大的国民纳税人来说，这个判刑真的太轻哈。出卖国家呢，有时候判的比出卖凶宅还要轻。专案是因为退伍上尉邵伟强。伫金门做旅营业，哪像互中国吸收？按2002年积极伫台湾发展组织，做中谍20年久。期间来吸收陆军正上校向德温，请军服签署导航承诺书。若孔繁家是伫2006年伫军中互吸收，收大约63万，用免费由越南想要伫军中发展组织，最后是失败。
军文社本身的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嘛，就是他可能要负责像例如说一些这个国军的活动的一些采访啊、的新闻发布等等，所以他可以接触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部队的相关的情况。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呢，多多少少也会建立一些他的这样的人脉关系。学者分析讲，中国利用空军甲伫军卫社的人际关系，想要伫各单位渗透，加上官兵的警觉性悬，无重宽度。国防部回应讲，尊重司法判决的结果，会秉持国安联防机制，和国安情报团队严密搜证，反制中国的渗透。记者综合报道。伊若统战的步数嘛，出现伫大街小巷，这是伫桃园的大溪，最近就出现中国的宣传品，内容是咧庆祝台湾回归，民众看到了后拢感觉震撼。警方已经去调监视器看到底是谁咧本呢？目前已经锁定对象，嘛请桃园检方侦办。甲批桶开开，看到内底一张宣传单，内底竟然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这是桃园大溪中华路巷仔底的徛家，差不多每一户拢有收到。有的人感觉真无聊，嘛有人是赶紧报案处理。我这上面看到标题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没有很完全的看完里面内容，觉得蛮无聊的啦。警察每一家敲门看有没有收到的信，这边跟后面都有，所以一得回去。这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告的传单，内底写庆祝台湾回归、换货币、甲土地相关的规定，亲像1万块的新台票、换1块的人民票，土地甲厝拢收归国有，留岛无留人，还佫有写少年的查甫都爱服5年的劳役等等。这住户大部分拢感觉这张传单的内容实在是伤悍。本分局经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特定对象，目前正扩大侦办查证身份，将报请桃园地检指挥。针对徛家的批桶去互放那像扰乱社会特殊传单的这个案件，大溪分局已经锁定特定的对象，扩大侦办查证身份。若散布谣言或者是不实的言论，就会依法来查办。公司新闻桃园报道。去年劳动部传出工课场霸凌有公务员行底路上袂开，即马为着避免这款悲剧搁发生，立法院伫昨昏是三读通过《公务人员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即马定出工课场霸凌的形态。机关的首长也是一级的主管，若是否认定是讲霸凌的人，上济会罚100万。条文修正通过。在调解的支持之下，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推也甲讲话，宣布三读通过修正《公务人员保障法》部分的条文，明定工课场霸凌的形态，甲定出纠治申诉处理的机制，也有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我们在去年率先提出了《公务人员保障法》的修正条文，希望借由法律明确的授权，让对没有办法提供公务员好的安全卫生防护条件的，必须要有法律制裁的处罚作为后盾。2024年11月份，劳动部标出姓吴的公务人员去互霸凌行底路的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不过，这个事件的初期煞无去互看作是违反公务人员保障法。这个三读条文就明定，无论是提出建议或者是申诉的人，若是受到不当的对待，安尼负责人就会面临3万至75万的罚款。而且，伫了解工课场霸凌的情形，煞无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会当搁罚3万至150万。甚至机关的首长或者是一级单位的主管，若否认定是工课场的霸凌者，上当会当罚到100万。所有的权势霸凌必须有效的防堵，这是前所未有的公务体系的一个大要进。当然，后续还有公务人员的考绩法相关的配套，我们都要对于霸凌者施以必要的罚则，让霸凌者受到应有的制裁。另外，条文内底嘛明定，公务人员的机关若无提供相关的防护，致使伊的性命、身心的健康受损，会当申请国赔。嘛放令下用的范围，包括政务人员、民选公职等等各种依法令执行公务的人员，不过无包括医疗机构甲公立学校。这个修正的条文会为公布了后的6个月来实施。公司新闻台北报道。高雄市环保局伫去年有开出8000多张乌白蛋薰陶的罚单，总罚金是
超过1000万。其中呢，有一个民众是连续2天拢互检举，讲伊伫90分钟内等15支昏头，尾也罚款8400。民众甲奥多摆停伫左营这个路口，分一支接一支，食完就线手等伫咧路边。这个细出来查甫人连续2天互检举乱等昏头，拢总15支。环保局考量时间、地点因素，最后并发开7张罚单，拢总罚8400块。环保局表示，去年甲当环境卫生的裁罚拢总有17000外件，其中以乌白蛋昏头占上济，罚款超过1000万。今年5个月案件嘛比去年同期加倍4成，裁处5542件。裁处金额约698万元，今年至5月裁处2677件，约335万元。因烟蒂含有塑胶微粒难以分解，呼吁民众将烟蒂丢入垃圾桶或烟蒂桶，不要乱丢水沟或随意弃置，污染环境。若无好啊，用去底下家己起垃圾桶啊。啊，你知影昏头啊，袂当乌白蛋无？袂使，会啊会啊，我知啊，袂使袂听。我袂大发啦。水北环保局有加强处理，嘛有甲店家合作，伫全高雄市656个所在放蛋昏头的粪扫桶，宣导昏头袂当乌白蛋。不过，咱行伫文兴路的人行道甲看，无论是水沟挂顶悬，也是车路边啊，四界拢是乌白蛋的昏头。有店家认为这是公德心的问题，爱对教育做起。还是要从教育啦，因为我觉得我们教育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我们教育是有点偏颇，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要缺少那种公德心啊，替别人想的心啊。而且觉得说自己方便就好。环保局强调，昏头的成分有塑胶粒啊，若是等落去水沟底会污染环境，且民众一定爱等粪扫桶，避免危害环境，也个人罚钱。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仓报道。因在台南白河受咖啡厅互检举违法乌山来设停车场，而且佫违法互动物出来表演。最近呢，就囡仔去互马仔咬着伤。动保处表示，会依法来开罚单。因为水利局嘛已经要求业者爱伫2个月内甲附近的山拿开发。主打亲近自然，听大自然声音。伫台南白河水库做来水保护区内山地咖啡，吸不少游客来打卡。啊，毋过煞被检举违法开发。开山边去停车场，甲无动物展演许可，最近佫传出有囡仔互马咬伤，安全甲违法问题佫引起关注。开过至少2、3次记者会，可是发现业者这个胆子越来越大那胆子越来越大，我们严重质疑是谁在撑腰。今年4、5月，环团佫发现业者涉嫌收钱，互游客骑马，无创造防护设施，互人看甲是心惊惊。但市府动保处表示，已经违反动保法，会依法开罚，至少5万起跳。然后再卖胡萝卜等下这个行为。那当然这样的话，他还没有取得那个7个之前的话，他去做这严厉行为，我们当然依动保法，我们会给予开罚。环团真侪摆现看了，佫发现停车场面积愈来愈大，业者佫将烟熏废弃物向山坎内底拼，要求中央主管机关督导，但市政府依法处理。市府调查发现，早伫107年已经罚过业者，啊，不过最近佫定来。未来我们也会针对这些比较违规的乐区去做一个卫星影像监测的部分。台南水利局表示，因为业者是再犯，会限期2个月内恢复原来样貌。另外，因为牵涉私人土地，目前已经由保安警察总队调查。动保团体是建议，中央主管机关除了爱强化稽查，也爱公开非法甲违规名单，也有处分的结果，才阻止动物展现的乱象。国视新闻台北报道。彰化县的动物收容中心，加加干那会当收容200只狗仔、猫仔尔。严格根据统计，伫彰化县内，笼动狗、笼动猫有上万只。所以县府即马是委托民间团体来做绝育的措施，或者狗仔无法度继续生产，要来控制流浪狗的数量。收容所内底拢是咧等有缘人认养的狗仔。彰化县的动物收容中心会当收大约200只的流浪猫甲流浪狗，但是县内有将近1万只的笼动猫仔甲狗仔，不时也会传出笼动狗虐人伤人的意外。彰化县今年委托民间团体办理 TNVR 计划，希望透过绝育手术控制笼动猫仔甲狗仔数量。去年甲前年拢平均拢有节育这流浪狗，大概拢有2300几只那阮今年的目标嘛是爱超过2300只彰化县政府透过这个 TNVR 这个计划，来对这个流浪狗来做
节育减少伊会到继续生团。中华关为2019年开始办理 TNVR 计划，针对龙洞猫仔甲狗仔做绝育手术、注疫苗，然后甲因放转去原本生活的所在。到去年底，计共有11469只龙洞狗完成绝育手术。不过，动保团体认为 TNVR 只是管理龙洞动物的其中一个手段。公园收容所还是要发挥它一个功能，在冲突比较大的地方，它还是要做适当犬猫的移除。比如说生态环境上面的冲突会有影响的话，那个地方它就要搭配就不只是 TNVR， 或者是交通问题，比如说它在交流道的附近，就是会产生更大的冲突的地方，它还是有它的优先顺序。动保团体指出，龙洞动物若牵涉到交通、生态这些问题，应该要有更较侪配套措施，必要时就要收容安置。现在中华关动物收容中心目前收容的量已经紧绷，官府表示会伫原本的所在起新的收容中心，甲收容量增加到450只。若顺利的话，预计明年会当甲工程冒出去。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台记台伫即礼拜推出系列报道，要来小解一位金曲奖的台记作品。今日咱就来认捌家己的王瑞竹。伊伫去年发行伊头一块台语专辑，是咧唱亲情和家庭。伊即个作品入围今年台语，互伊入围今年台语最佳女歌手顶4个奖项。过来甲阮白头鬃，甲阮做好人，暗时着迷茫，去装一张空。用记忆内的滋味来唱失地的故事。其实王瑞竹伫2017年就写出《歌里采梅》这首台语歌。伊讲这虽然是别人的故事，不过见摆唱拢会互伊想到9年来受病症折磨的老爸。这首歌就收录伫咧王瑞竹的头一块台语专辑《踏踏点》伫内底。也毋过去年发片了后1个月，伊的老爸就过身啊，嘛互伊感觉真遗憾。我毋知影要怎讲呢？对咱这种平常时毋敢甲家己的困难讲出来的人，我感觉音乐这个歌曲对我来讲是一种真好的方式，真好的寄托。王瑞竹表示，人生难免会战风得地，所以伊嘛透过轻轻般的歌词，毋茫用温柔的旋律来了治济济沉重悲伤的时刻。阮自好势好势参着，淡薄仔笑亏，袂要紧，只是也袂开花，太沉重的悲伤，嘛爱轻轻啊飞。王瑞竹今年入围金曲奖台语最佳女性歌手，含年度专辑等等拢总4项。专辑内底有老母的形影，有已经离开的家己旧厝等等，所以伊选择用上亲密的台语来唱歌。事实上，王瑞竹讲家己学生时代的梦想，一直拢是想要做一份稳定的工课。伊毋捌料想到音乐这条路竟然已经行10几年。我感觉对我家己来讲嘛，是一个对我这10几档的拍拼一个行动，啊，一个，互家己会当阁有愈侪信心，会当继续写歌曲、继续唱歌的一个真重要的证明。王瑞竹表示，今年济入围金曲奖的台语创作者，真侪拢是少年辈，伊认为这是真大肯定，伊嘛期待未来台语音乐会当愈来愈丰富。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因为家己的原剧团是长期以来伫注心用台语播台湾的故事。今年因是伫台北推出策音风波剧场计划，要用4出戏来呈现对故乡、对土地的感情。因为文化部嘛鼓励学生囡仔用文化币来剧场看戏。伊甚至放弃台湾复兴，也得过复兴，甲家乡都是彻底。阮剧团伫咧台顶播的是改编台湾文学家陈思宏的小说《鬼地方》，故事就发生伫咧中华演战，讲到男主角陈天虹出嫁了后，转去伊上讨厌的故乡演战，一个充满家族伤痕、重男轻女的鬼地方。
陈淑凤伊是演阵来的，所以这回伊的小说是写演阵的故事。但是演阵其实有一个影响咱真多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咱台湾的做丧的伊有一个民俗的仪式，或者人老。所以阮这头是交演阵的人老师傅合作。另外一出戏小说是棍剧团的原创音乐剧场，导演来自家己。伊讲随着都市的发展，真侪细项记忆的物件豆豆消失，亲像铁基路、龙凤厝等等。棍剧团也邀请高雄的剧团、前提做伙合作，透过音乐带动剧情，呈现都市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变，来表达因对土地的爱。今年2025年，嘉义市有将近50年历史的7座平交道、4座铁路地下道、4座路桥，将会在接下来的半年里面尽数拆除。家己的阮剧团，伊拍拼用台语戏剧来演台湾的故事，或正台语是因的坚持。阮剧团打算对7月18开始推出来策应风暴的剧场计划，要用4出好戏伫台北演1个月。我觉得台语它是非常美的啦，在我们台语早期的台语政策是不准讲台语的。那经过文学，经过这样子的戏剧，试着把自己最 local 的东西，把它变成最国际了哈。另外，阮剧团也设立青少年规划专场，文化部也鼓励青少年使用文化杯。文化部表示，为着要推广台语主流化，去年拢总有补助79个表演艺术团体，阮剧团嘛是其中一个。文化部希望透过戏剧引起青少年对台语的兴趣。记者查选林曲凯台北报道。亚台语路亲子剧团最近又推出头一出台语的歌舞剧，昨昏就走去新北市的文德国小表演，有好听的台语歌，也那台下囡仔嘛拢对咧唱对咧跳。演员用台语囡仔歌到早甲学生小酒问，嘛和学生互动做主管回收，这拢是校园内底常看到的生活场景。这是台语路亲子剧团头届推出的台语歌舞剧《七彩的秘密心愿》。伫咧戏剧内底加入真侪剧团创作的台语囡仔歌，有较早摒扫和轻等等。而是伫咧新北市文德国小演出，有学生讲真介意这个台语歌，校长嘛表示透过歌舞剧接触台语，见地嘛愈深。干嘛？你看到上欢喜的是倒一部？我喜欢的一部分就是唱歌，趣味就好听。透过唱跳啊，就能够学到囡仔记伫咧头壳记足久的。其实台语的学习啊，透过一些生活化的活动，对囡仔来讲是最重要的。伫咧故事内底，一个主角虽然爱画图，却唔敢画家己，唔过有朋友陪伴甲引带，伊豆豆变较有自信。台语路亲子剧团表示，因创团以来累积真侪台语囡仔歌，为着要互囡仔在定正式的环境，进一步对台语有兴趣，透过音乐和舞蹈，剧团毋望互囡仔伫咧戏出当中，若听台语嘛学会晓欣赏家己。阮的歌本来就是真生活化，就阮有摒扫，摒扫 party 内底就是咧讲摒扫的代志，真侪囡仔，头拄有看到讲，阮台顶的演员咧唱的时阵，台下嘛是有对咧唱，其实伫咧边仔看拢感觉介感动啊。台语路亲子剧团是一定坚持要和囡仔讲台语的爸母组成的，为着要推广台语，这出歌舞剧虽然会伫咧新北图书馆、桃园图书馆，也有台中国美馆公开演出，未来会录制影片放伫网络，互有心要学进台语的家庭和学校有愈侪会使运用的资源。记者卢尚如、郑准由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美国东部甲中部最近遐有小影。高温超过40度，真侪民众是热甲冻袂牢，亲像是马里兰这个所在，热甲连路拢变形。温度真悬，警车嘛热甲冻袂牢，就要用拍火水头抓水来降温。曼哈顿北部的华盛顿高地的居民，嘛紧去附近找闪热的中心，要来避这热影的侵袭。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布鲁克林、曼哈顿、史塔登岛这所在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暗算持续到日时暗时8点，危险高温可能到-42度。居民会当打电话问你家己上近的美热中心伫倒。Beber mucha agua, usar filtro porque imagínate no es fácil porque este sol ya te hace daño de tan fuerte que está.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美国东北部分地区的高温记录是一直创新高，其中红叫做是曼哈顿之鱼的纽约中央公园，23是测到摄氏35.56度的高温，打破对1888年以来的记录。气象局嘛针对美国东部1/3大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告和高温警示，至少29个州1.6亿人受到影响。 Some places tomorrow could be all-time for June, not just daily records. Each year it seems to be getting hotter. The water temperatures off the coast are getting hotter. Hurricane seasons seem to be getting longer. Be a real signal there. Heat is definitely a killer. 气象学家讲，这种更加剧烈的气候形态，会是一种热强现象。这种高压系统会把空气困掉，让气温一直起嚟，定定会持续3天，还是更加久。即马天气变热，湿气会更加多，极端气候的事件嘛会变甲更加多。 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镜头等下过来，咱来关心今仔日咱各地头的天气。在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9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27度至33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